啊？大家先生你好嘛？我要介紹自己，我叫 Dia Astuti。大家先生可以叫我 Dia。我今年35歲，我結咗婚，我28 cm，我70公斤。我以前做過係人呢6年，2018年到2024年喺老闆屋企有5個人。大大先生個個75歲健康，一個女10歲，同埋 BB 2個月。我工作 BB 2個月，洗衫、晾衫、掃地、抹地。清潔屋嘅細節數，我只注重各種整衣、整街、做下個粟米、紅蘿蔔凍。我唔識煮肉，但係我只最重要俾大家先生食。我會盡力做女衫、女手、電話同埋MV博主。我希望大家先生理解我係老闆屋企。唔該晒大家先生。姐姐，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點樣沖牛奶俾 BB 飲？牛奶洗手前跟住抹乾，準備奶樽，調度奶樽，準備奶粉，擺奶粉喺奶樽，淋下，試下喺手前，慢慢俾 BB 飲完上課。姐姐，你可唔可以照顧狗啊？可以照顧狗係咪啊？唔驚狗係咪啊？我唔驚狗。帶隻狗去出去行都可以係咪啊？可以。你識唔識煮啲 BB 嘢食啊？粥仔啊，識唔識整啊？粥仔我識。你識啊？仲有識煮啲咩俾 BB 食啊？我煮水菜、煮菜。西蘭花。姐姐你如果太太要你幫手同 BB 沖涼，你係咪都識同 BB 沖涼啊？係。好，唔該晒姐姐先，拜拜。唔該晒大家。